有来甲各位大家互相鼓励，咱在座各位莲友大家阿弥陀佛。咱生活在人世间的当中，你不爱甲人相争，就是自卑了。我不爱甲你竞争，我不爱甲你伤害，我无必要为着一个物件安尼拼生拼死，我不爱甲你安尼冲突。各位，你不爱甲人相争，安尼你就是自卑。咱徛伫对方的立场，伊比我更较需要，好，无要紧，咱就真欢喜安尼结缘。咱若歹相争，就袂去冲突，安尼就心中无敌人啦。心中没有敌人，就是慈悲啦。仁者无敌，仁者无敌，人家是无敌的，所以他就是慈悲。不变就是智慧啊！真侪人足爱辩论的就对了。我变啦，直讲，其实顶打是伊唔对啊。为什么伊要变？心中真痴迷啊，足执着的啊，真在意啊。所以你莫去改辩论，咱要解脱以不变为解脱嘛。你若要解脱，你免去辩解就对了，无需要辩解。是非自在人心呐、咱人的心一看就知影，你这对是唔对，大家拢清清楚楚。你讲那辩解都无效，各位对唔对？啊，唔是讲你真敖讲话，你真敖讲相争，啊，就表示讲你较敖，无啊，无。所以各位无需要去辩解。有代志来安怎？你莫去辩，你就是智慧，咱的心才会清净。有智慧就是知影讲世间是无常的，世间是变化多端的，世间无一项会当稳定的。你看会开，放会下，就叫做智慧。不闻就是清净。人哋讲什么人伊安怎，我哋讲到70档80天，咱咯未去讲插，未去插一卡就对。安尼，你无爱去听，安尼就是清净。啊，唔好安尼，无代志去了代志啊。你讲，人唔是你讲伊啊，伊嘛呢？直客挖起安尼，你伫创啥你啊？伊就怀疑嘛，迄疑心病真重。伊讲，哎哟，因两个伫讲，唔是伫讲我也袂安尼。无缘无故咧自找麻烦就对啦。在做，甲你无关系的代志，咱就闪开，紧诶，咱办咱的代志。啊，你叫做聪明嘛，各位对不对？啊，你无代志去了代志，啊，这个就是愚痴的人啊，愚痴。所以你不爱去听，安尼就会清净啊，清净就智慧啦。你一亲近，咱的心性就会光明啊。不爱看就是自在，对不对？头刚去看。人若创啥，人创啥，人安怎拄安怎，人两个伫冤家，人伫相拍，人是安怎呢？有的人就头壳要去看，啊看了后，咱调喺头壳内底，调喺心肝内底，哦，拢袂清，逐工吼烦恼袂断啊！各位，你若莫去看，就自在啊嘛，自在呢就是无挂碍嘛，各位对不对？所以修行你一定係要领爱把握啊，袂贪就是布施啊，毋是我的物件，我绝对袂讲占。人讲不义之财不可妄取啊！你唔是正当的方法，安尼你唔好去贪伊就对。你若是妄取，就是故意要去讲侵占，要去讲强夺，后摆因果真重啊！咱若莫去贪，就等于你心清净，清净就是敢若布施共款啊！这个人为什么一看起来气色真好啊，元神真光彩？为什么？伊的心袂贪嘛，啊心袂贪了，烦恼就慢慢远离啊。伊就敢若伫布施，随时拢甲人结好缘。这个人伊袂贪心，人拢嘛欢喜甲你斗阵。你若贪就是要占人的便宜咯，我占一点仔好处咯。对，甲人交朋友原来有目的的啦，伊后壁有野心就对，就是贪。啊，咱若袂贪，人大家拢你的好朋友，你的缘会结真快，拢结好缘。所以莫贪就是布施。断恶就是行善，真济人行善，毋过伊背后做足侪歹代志，真够吼去讲人歹话，真够做即个凶恶嘅代志啊，心真囂凶，啊真够做坏事啊，但是伊就是无断恶啊，你本身爱断恶啊，家己即个心性爱稳定啊，爱慈悲爱柔软啊，你一定爱安尼啊，但是你无啊，所以讲咱要行善，第一先爱断恶啊。断掉这个凶恶的代志，安尼你就是伫行善。这个人若行善，就是大好人。你去到倒，人拢甲你尊重、爱护你、疼惜你，你就是在行善。活伫这人世间的内中，这拢是咱重要的课题。咱若我都照呢去做，世间会和谐啊。所以咱一定要注意这点。
这个娑婆世界吼，你若用爱心去看伊吼，这个人间都是亲像净土。啊，你的心若是万分心去看这个世间，各位都变火体啊！逐工都是冲突伫烧伫滚安尼，压杂啦安尼啦，因为你拢是万分心啊，计较心啊，要找人麻烦的迄款的病态啊，所以你自然你看这个世间都亲像火体啊，火伫烧安尼都对。主甲你讲，我心声讲互恁听，所以在座各位，咱一定要用爱心来去包容别人、尊重别人，互这个社会、互这个国家、全世界拢会当和平，人民百姓生活会当稳定。各位，佛菩萨的心肠都是安尼的对待咱众生，各位对不对啊？我们要有这种修养，要有这种正确的知见，安尼，这个以后，咱活伫这世间灾难都会减少。以上这事甲恁讲吼，咱的生活是这款的状况，咱若照安尼做，帮助咱大环境，帮助咱的家庭，帮助这个道场，甚至帮助吼这社会，帮助国家，所以咱一定要照安尼，对不对？啊，阿弥陀佛。